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上午伫书记长李中琴的号召，包括党团这位议员以及市党部主委加防复新党部主委，上午共同伫议会召开记者会，每人手摕反核食的标语，大声喊出拒绝核灾食品的口号。拒绝核灾食品，拒绝核灾食品，拒绝核灾食品。会中国民党团并且找出2016年赖清德副总统伫担任台南市长的时，恢复议员的质询，强烈表达反对福岛生产的食品进口，强烈来批评执政党浊世经费，爱收回进口的命令。福岛所生产的食品，咱是完全禁止进口。福岛所生产的食品，咱是完全禁止进口。担心过去民进党政府有很多的包含我们过去的赖清德市长、当时的陈局市长，包含我们的陈亭妃委员，当时针对核灾食品，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，他们是非常强烈的反对。但是现在他们换了位置，却换了脑袋。我们期以为开放核食是对不起台湾人，让台湾人的健康陷于一个惶惑、恐惧、不心安的长久的恶性状况之中的。所以我们要求民进党收回成命，以台湾人为念。即便还是咱台湾人有，不标示清楚。说不进口核灾食品，得罪日本人，是哪一门的官员？这个核食进到我们台湾的市场，我们不能够让执政党这样一直下去。昨天讲的可以，今天讲的不可以；昨天讲的对，明天讲的不对。这种政权，这种政府呢，对我们老百姓，对我们台湾呢，是真的对不起台湾的人民。会中虽然市府卫生甲教育单位一再强调，对着食品的把关，卫生局长期拢有进行抽查甲查核，并无检验出有辐射的污染。而且教育局嘛强调，核灾食品绝对袂进入校园。不过国民党的议员对着抽查检验的结果拢无啥信任。为了替人民的健康把关，国民党团要求台南市政府应该比照台中，动用第2务备金，购买检测核灾食品的专业设备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